叶林谭爱珍表示，过去曾经handli诈骗陷阱，迄段经历让深刻体会到受害者无助。为此，伊决定勇敢站出来，担任台南市防灾大赛，成立大台南37区，甲市民朋友面对面分享经验。千万唔通吼，迄个接到迄个手机啊内底吼，若是有留言的，搁有啥物国税局的，伊拢冒充公家机关吼。 大家都是爱注意这点。近期台南遭受到严重风灾，谭爱珍也提醒大家，诈骗集团恐惊会利用灾害补助手法诈骗民众。 台南因为有台风嘛，哈，那其实诈骗集团最喜欢趁虚而入。你是越有灾难不安的地方，他们就会用一些不明的连结，什么政府补助款啊，那么什么爱心关怀啊，请你点选连结，拜托千万不要理他们。你如果真的需要帮忙，请你直接找里长。 找农会、找区公所，甚至于你直接自己打电话到公家机关去问，所有的不明来电、不明连结，通通不要理他。分局长陈俊凯表示，透过多元宣导方式，让民众了解防灾重要，和诈骗会当消失去。同时，嘛感谢谭爱珍行遍37区，辛苦的宣导。37区的宣导呢，我们会针对民众的属性，还有呢。 被诈骗的犯罪的手法呢，最多的呢，我们会来做精准的宣导。那期待呢各项的宣导呢，能够让民众了解防诈的重要性。那以前呢，这个我们对于金光党呢最早的诈骗集团呢，我们都已经透过互相的提醒啊，民众的宣导呢，能够来做一个反诈。那这次呢，我们希望说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。 让所有的民众了解防诈的重要，那并且让这个诈骗呢能够再消失啊！感谢那个谭爱珍女士呢，37区的宣导非常的辛苦。先发分局嘛提醒，莫轻易相信不明的来电，莫点击不明链接，莫伫咧非官方的管道投资。有任何疑问，嘛会当多加向各地警察机关下询。若是有诈骗疑虑，嘛会当拨卡165反诈专线，或者是110报案。也欢迎上网搜寻165打诈仪表板，吸收详细的防诈资讯。1天2挂3查证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